明仔载投票哦，气象局提醒讲，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，北部、东部佮有金门、马祖嘛是会搁落雨，所以出门就要记得炸雨伞。今年的11月份哦，因为太平洋高压，所以目前平均的温度是到24.3度，即嘛有可能会是史上上热的11月份哦。气象局今仔是预告，今年寒人平均的温度算是个正正常，雨量会较少寡，有可能会有2届到3届的寒流。11月底，台北街仔路也是不少人穿短裤的，加挂套挂伫咧手里无清。中央气象局表示，今年可能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11月。11月的平均温度应该是22.7度。那我们目前统计的资料是到11月23号为止的话，我们是统计出24.3度的平均温度。虽然11月这么大，刷落来入冬了后，温度就会开始降。根据气象局的预测，今年寒天的温度会甲往年平均差不多，嘛有可能有2、3个寒流。气象局特别将原本以县市做单位的低温灯号改做以乡镇市区做单位，让民众通知影更较正确的温度资讯。如果我们以新北市为例的话，新北市其实幅员也非常的广大，所以它的地形更为的复杂。未来我们有乡镇市区的灯号资讯以后，大家就有机会了解，在新北市橙色灯号的情形之下，其实各地区的灯号预警是不太一样的。雨量的部分，目前在反省型现象之下，寒天的雨水可能会较少，尤其是中南部。另外，气象局嘛表示，入达投票日，只是北部加东部也是有落雨的机会，民众投票要记得炸雨伞。记者林书社桂林台北报道。